这时是圣灵要与我们同在，并且更多要充满我们的时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敞开心，也开我们的口，来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内住，好不好？跟着牧师，我们一起来说：来，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圣灵恩膏我；圣灵恩膏我；圣灵，我好爱你；圣灵，我好爱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聚集，因为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因着圣灵带领来到我们这当中，你必有要对我们启示，就在今天，让我们的敬拜是从我们开口赞美你的时候，就成为你同在的印证，也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是敞开的，让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浇灌、提醒、安慰，让我们在今天整个敬拜都能成为馨香之气，到你的面前被神你所喜悦，也带着我们心里跟口里所祷告的，愿神悦纳我们，让我们的敬拜充满了你的荣耀跟丰盛。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OK， 我们再一次来用使徒信经来表白、宣告、告白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我们一生的主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他的全知全能胜过我们一切的苦难。阿们吗？这时候让我们怀着信心，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不能明白为何，但始终
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不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天台，彰显释迦大海，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让我们用一切赞美的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与我们同在。阿门，阿门。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失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哈利路亚！星星闪烁着你的荣耀尊贵，宇宙万有宣扬你奇妙作为，全世界都要来认识你和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你海蓝天里听见赞美声音，你向万古称颂高举你生命，全世界都要来赞美你和我，寻求你道路和心意。来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靠着你恩典过的每一天，我一生的救恩都在你里面。罪人恢复过属新生命，都是加在你光中的结晶。你的爱是我唯一所需，和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来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靠着你恩典过着每一天，我一生的救恩都在你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生的救恩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宣告。你的爱是我唯一所需，和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你的爱是我唯一所需，和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来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靠着你恩典过着每一天，
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掌声都来献给神，阿们，阿们。如果你相信神今天就要做大事，我邀请你再大声说一次阿们，阿们。感谢主，在今天当中，圣灵已降临在我们当中，阿们吗？也邀请弟兄姐妹把手举起来。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任何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们总是不要忘记要宣告一个最有能力的名字，就是耶稣。阿们吗？阿们。是的，当我们在我们困难当中喜乐的时候，不忘记来宣告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充满了能力。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世人的心灵都要聆听，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宣扬耶稣。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宣扬耶稣。举起手来唱。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云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要高举，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胜过一切的仇敌。为我加添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加添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再次在高山来宣扬，举起手来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
宣告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医治生命，阴雷全都打破，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相信这礼拜当中，我们许多人有看到新闻，在这个堰塞湖，它对光复乡的灾情非常的严重，因此我们要每个人一开口，为了花莲来祷告，为了所有的灾情来祷告。我们求神真的医治这地，阿们吗？如果你相信神要恢复我们这土地的圣洁，你就大声的说阿们，阿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开口来祷告，为着光复乡，为了所有的救灾，还有政府一切的规划行动来祷告。我只要3大就大声开口来祷告，预备，好，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华灵交托在你的手中，是天父，主啊，你要看顾所有一切的人民百姓。主啊，许多人得到受伤，许多人他们身体，他们家破人亡，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不见了。但求神，主啊，你要赐下安慰在这当中。主啊，是的，我们宣告你是平安的神，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主啊，你是赐生命的神。主啊，你是恢复的神，主啊，你将平安放在他们里面，主啊，你兴起这些基督徒，主啊，你使我们更多人为他们祷告，主啊，你也看顾马太教会，主啊，他们在那手做的工，主啊，天父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使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一切尽都顺利，我们这样谢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大声来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接下来是我们要为着教会幸福小组启动来祷告的时间。我邀请大家，我们2个人或3个人，我们找到我们伙伴，我们一起来 RPG 祷告。今天是我们的幸福启动式，我们相信神的福音要带来翻转的能力，阿们。好，在我们找我们的伙伴的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所听到一个见证。有位牧师他说，传福音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阿们吗？阿们。职分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有呼召有感动才去做。明天我们就要去上班，我们并不会告诉老板说，老板，我今天没有感动要上班，我要请假，因为这是我们的职分，我们要去做。所以神将这样职分放在我们当中，这不是呼召，这是我们的职分，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职分去做这个使命的，阿们吗？我们现在就为了幸福小组，我们一起来 RPG 祷告。是天父主啊，你让我们的福音传福音这样看为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使命，最大的一个责任。我们在这职分当中，我们要更多荣耀你的名。天父主，我们看顾你，主啊，我们求你来看顾我们今天所做的。今天的启动是，主啊，你要将这样大能放在我们当中来。我们感谢你，谢开了的西来，谢开了的西来的。在高山宣扬耶稣，
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在高山宣扬，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宣扬，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宣扬耶稣。再一次我来宣告，我要高举，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大声唱出来，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宣扬耶稣。在高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大声唱出来，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最后一次来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我们将我们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是的，2025全家归主，阿门吗？阿门。是为我们的家庭宣告耶稣的圣名，阿门。我邀请弟兄姐妹，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一起宣告耶稣，耶稣，再一次耶稣，耶稣，最后一次更大声，耶稣，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宣告，在2025还有半年的时间，耶稣的圣名要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阿门，阿门，阿门。邀请弟兄姐妹请坐。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到58节，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到5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请本堂潘牧师证道，他的主题是有主的人生不再白费，有主的人生不再白费。有主的人生不再白费，阿们吗？阿门。你的生命，你觉得到现在活到现在没有白费的，请举手。有一点点白费的，请举手。OK， 好，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聚集刚刚我们在这首诗歌，我们要宣扬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因着有耶稣的恩典，所以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有盼望。阿们，阿们。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来到教会之前，你的心里面还有一些忧愁的话，如今你已经听到耶稣进来，你一相信他的能力，他的活力，他的丰盛都在你的里面，并且还有那个排毒的作用。当耶稣进来的时候，你的里面就有排毒的作用，还有什么样的抱怨在你的里面，完全的都除去。你就说，主啊，我只相信你，单单相信你，我只宣扬耶稣，我单单宣扬耶稣。好，弟兄姐妹在这一阵子里面呢，我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的信志长老。昨天呢，我们的长老执事呢，去到医院来探望他，好吗？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好叫你们安心一些。好，来，请。高头一夜，也不朽的高一日，亚索温殿那。狮子长老本来就在国泰医院呢，现在在松山的3中的分院病房。因为对信心的后裔，心为。诗歌可以让我们的心里面透过这个旋律，透过神所创造的音波，让我们心里面听了诗歌就会舒畅。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这世界的歌，然后恨啊，然后呢什么你抛弃我啦，这些的歌曲不要听，要听教会的诗歌。阿们。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神话语的激励。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不要听世界的歌。阿们。好，那再来呢？信志长老他说他要solo，要不要听？他要solo哦。好，我们来听我们的信志长老他的我 solo。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不诚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幸福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中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我们要继续唱下去哈。感谢主，他很想要回到教会里边来。他是因为肺癌，然后慢慢的扩散，但是我们仍然要心存盼望跟信心，因为呢，在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很奇妙，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在办告别式啊，耶稣都是在办复活。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持续的带着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不害怕的，并且主耶稣要叫我们得胜。阿们。好，再来看下一个，他要对我们说话喽。OK。真正的比班的未来，我比这来当一生的面前，这更新的人生。可以在上让你面的里智慧来面经过好人生哦。过一个有热情平安，平安，哈哈，来跟大家平安。好，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刚刚我们在经文里面有看到说，我们要先感谢神，因为靠着耶稣让我们得胜。请问你有什么样的事情要来感谢神？想一下，还是你都忘了可以感恩的事？保罗他在面对哥林多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教导他们，他跟他们说，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了，并且他跟弟兄姐妹们说，所以弟兄们啊，姐妹们啊，你们务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竭力做主工，因为我们做主工的绝不是徒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白费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的
保罗牧师他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说这一些的教导呢？乃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直都不断的有人在批评，甚至在论断，甚至是否认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从死里而复活。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后面，保罗他说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主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得胜。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没有得胜的？太多没有得胜了。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是没有胜过的？我们有没有办法胜过疾病？靠着医疗也许可以，但是永恒来讲却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得胜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现在还是在破裂当中，还是现在在冷战当中？是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没办法得胜。然而我们看见人不断的都是在努力、计划、读书，这是我们人在世上所要做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你还有没有什么一个更可靠的一个能力，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帮助？你要寻找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里边看见我没有办法，我放弃了。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没有对我们放弃，他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主耶稣他说凡信他的都必能得救，阿们。而且那个得救不是世上的得救，是永恒，是一个永生。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然而我们有许多人还不明白，因此耶稣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到世界各地，遍地传福音，叫万民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吗？若不是好的消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去传呢？所以保罗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也要跟我们弟兄姐妹说，保罗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逼迫，他是破坏，专门在抓基督徒去下监牢的。但是他因为真实的遇见了耶稣，耶稣向他显现，而且耶稣对他说话。保罗他一看到耶稣的光照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吓死了。他以前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他有权柄，他可以定人，你是基督徒，他可以定你于死罪，他是这么大的权柄。但是当那一刻耶稣对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对他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如今我呈现在人面前，让你知道我是死而复活，复活是真的事情。如今我要差你去做我的仆人，并做我的见证者。所以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见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倘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白费的。但圣经记载耶稣他为我们而复活，因此我们现在所信的有没有白费？没有。我们现在所信的是信实的，并且是实实在在的，也叫我们所信的人能够与耶稣一样，在那个复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耶稣的复活，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我们就可以吃吃喝喝，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不是吗？但是耶稣他为我们复活，并且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走向复活。保罗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们不相信这个生命，把它打开，你们不相信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就像这种子一样。有看到这种子吗？我们都有种过一些的植物，这个种子我们看到这个是种子，然而这个种子如果不落在土里，它有没有办法长出它的树出来？没有办法。所以保罗他说，人的生命
就像是如此。是，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人落在地里，种子落在地里，它长出来的那个植物跟这个种子有没有一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种子，它不是种子，它不只是种子而已，它是一棵树。但是你现在有看到一棵树吗？没有，你现在看到只是一个种子。但是当你把它放在对的地方，把它埋在土里面的时候，它得到它该有的养分，它就变成一棵树，跟原来的这一颗圆圆的种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就跟弟兄姐妹们解释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肉体是会腐朽的，但因着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腐朽，我们埋在地里，然而我们却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形体。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这个要竭力的为主做工。为主做工是什么？为主做工不是只有说就在教会服侍，不是，为你自己好好的做见证，爱你的家人，好好成为父亲的榜样，好好成为母亲的角色，好好成为儿女该有的作为，竭力做主的工，委身在神的家。委身在神的家，因为你看见一个福音，因为你看见福音的价值，所以你愿意委身在教会里边，因为教会在宣扬耶稣的见证，好叫众人都能够得着盼望，以及这复活永恒的能力。阿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一些都放在我们当中，但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你是接受社会的价值，还是接受这基督复活的价值。这就如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提醒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人一生所要面对的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死亡。人一出生就跟死亡绑在一起。也许我们一生的日子，你可以得到很多你想要的荣华富贵。也许这个人他什么都没得到，他感觉上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再富有的跟再穷的，总是要面对一件事实：人生命的终结就是死亡，而死亡就是人最害怕的。死亡是怎么来的？死亡它是就像一个链子一样，绑着每一个出生的人，而这个死亡就是一个罪的诠释。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罪的诠释，所以每一个人很公平的都要面对死亡。不论你生前多么的健康，多么的软弱，都要面对这个死亡。而保罗他说，这个罪的死亡，这个枷锁，你怎么样摆脱？你这个不能够用钱来换，你要怎么样摆脱？有些人说我没有罪啊，我哪有什么罪？有时候你没有看见的罪，你的生气也是罪。在上个礼拜，警卫就跟我说，潘牧师，你的信，哇！警卫一说我的信，我最害怕收到什么信，你们知道吗？罚单。他拿给我，这个应该不会罚太多钱。我说什么事呢？我一回家打开，有个照片，他说我们在宜兰，违规停车，然后呢就罚多少钱？违规罚多少？900。我看了，我就跟周牧师一直研究。我说你怎么把车子停在那边呢？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想了半天都搞不清楚那个在哪一个地方。可是就有相片为证。你看，人起步就是这样，你犯了罪，然后呢，你往往都忘了，若不然你就是不知道。可是呢，许许多多在我们里面，大罪、大错、小错不断在我们里面，是，而且还有证据哦。那个相片罚单，那个相片就是证据。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小小的犯错，有没有证据？有证据。因为都成为魔鬼控告你的一个证据，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犯错，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永恒？就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复活就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债，只要你愿意相信、认识耶稣、受洗归在耶稣名下的，你就与他开始订立了那个盟约，就像夫妻的盟约一样。所以我们受洗，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在这个约底下，因此神在你的身上的保险保障都是永固的。哇哦！所以一直到永恒。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他所教导我们的，要竭力做主工，因为你在主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因此我们服侍神，我们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话语分享基督的福音，那就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把你的人生交给神。我跟你说，你会体验到你的生命不再是白费的。在最近美国发生一件一个震撼世界的一个事，就是这个查理科克，他是一位31岁的年轻人。那他创办了一个组织，福音组织，叫做 Turning Point USA， 就是美国的一个转捩点，也叫转折点。他创办了这个福音机构，而他创办这个福音机构呢，他最主要他做的服事的内容是什么？他到美国的各大学院区、院校去传圣经原本圣经神所教导的真理。所以呢，他鼓励这一些的年轻人、年轻朋友回到圣经的本质，让现在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所散布的这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能够改变掉，回到圣经的本有传统的价值。弟兄姐妹，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他在台上演讲，他不只是讲，他也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婚姻生活给分享出来、实践出来。因此，这一位查理科克，他在他的整个服事当中，他心里面有一个盼望，他到各个大专院校去，然后在那边就开这样的一个这个转折点的一个据点在那里，然后开始对这些的年轻人对家庭告诉他们，你的价值，你的家庭的价值跟现在在美国的社会里边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回到圣经里边的价值，就是你要看见神为你预备的配偶是神所拣选的，他爱你，神爱你，神可以让我们的夫妻可以建立一个彼此尊荣的关系，神可以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孩子。当你有爱，当你用神的爱、用神的价值去教导他的时候，你的家是美丽的。阿们。这是 Kirk 他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在讲这圣经的价值，但是他勇敢的站出来，然后公开的接收大学生对他的问题，然后呢，他就用非常温柔圣经的教导来回答。所以是在一个理性、在一个温和的情况当中，对很多的年轻人提醒他们，圣经是这样教导的，让他们看到美国当时他立国是以圣经的原则来立国的信仰基础，但是多久以来，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解放，然后非常自由，甚至是已经失去那个道德底线的一个国家。克他看到这样的败坏，一个年轻人的心，他就勇敢的站出来，到各个大学去，然后很多人就提问，他就回答；很多人问，他就勇敢的回答，表达他的基督的信仰。也因为他表达他的基督的信仰，有没有人反驳他？有人反驳他，有人羞辱他，有人责骂他，甚至有人要破坏他。但是他的信心在神的里面被坚固起来，他坚固不动摇。然后在9月10号，在犹他州的犹他谷大学，他一样在那边公开的跟大学生分享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有一个枪手就暗杀他，从他的脖子
暗杀他，所以他流血倒地，后来他死亡了。9月10号，一个短短的31岁的年轻人，为了要把圣经的真理揭发出来，让这个黑暗的世代，让这个黑暗的灵能够离开所有在美国这个社会，能够完全的被基督化，来改变，引导所有还不认识耶稣的，可以看见耶稣的真，耶稣的美，耶稣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来到耶稣荣耀的生活里边。我们看到这是他所娶的妻子。当这个他们还没结婚之前呢，那克他呢已经设立了这个转捩点的这个据点。他的妻子艾瑞克，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认识，那他就去到他的办公室要去应征，他也想要去这个机构里边上班。艾瑞克呢就跟柯克2个人就面谈 interview。当 interview 完的时候，克就跟他的这个要来应征的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们的公司没办法使用你。”哇，这个艾瑞克他心里面就很难过，等于他去应征没有上，所以心里面很难过。这个克就跟他说：“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公司上班，我们不能够聘用你。但是请问一下，我下一刻可以跟你约会吗？”他回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关心艾瑞克，说：“啊，你现在去应征怎么样啊？”结果他说公司就没有要聘用我。但是妈妈，我可能有一个男朋友了。他们因为2个人在对于圣经的价值，然后要翻转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希望美国的年轻人他们的家庭建立的家庭就像他们2个一样。所以艾瑞克他的妻子，他说有人问他：“你的丈夫柯克常常都要去到世界各地，然后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分享他的理念，那你这么忙，那你们怎么会有维持很好的一个婚姻关系呢？”他说有一个秘诀，就是虽然他常常不在，但是他每一个礼拜6总会写给我一封情书，每一个礼拜6从不间断，从不间断。而在这一封情书里边，柯克他总是会用一句话做结语。那一句话的结语就是柯克她的丈夫问他的老婆艾瑞克说：“谢谢你，孩子，还有你都非常的爱我。我要再一次的请问你，我要怎么样做？我这个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做，能够把你们服侍得更好，能够把你跟孩子服侍得更好。”这就是他的结尾，他的情书的结尾是这样。艾瑞克他说他非常的爱他的先生，虽然在这一次这样他的先生过世，他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说可可他做任何事情他总是有预备，他甚至都预备好随时要面对死亡。可可他在做任何事情他总是有预备，总是有规划，并且他不会说这个事情不好，那个事情我不想要做，那个事情不 OK 他不去做。他总是问了神之后，每一件事情他总是认真的去做，并且他所做的他总是完成神所喜悦的。他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不敢跟我们同学跟我们同事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都在信仰的冷漠里边在那里划水，因此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甚至你跟同事已经同事10年20，他从来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当你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神也不会以你为耻。可可他把神国的福音价值带回来，所以他说这个 Turning Point USA 这个据点，
这是一个单身思维的一个终结站。他说这是一个年轻男女放纵生活的终结站。他说这个是目标飘游不定的，对年轻人来讲方向不定的终结站。他说这是一个不道德行为要宣告结束的终结站。他说这个随意跟女孩暧昧聊天，这是一个终结站，不再做这样的行为。他说他的据点在跟大家传达，要你想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的终结站。这岂不是我们年轻人的信念吗？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可说不是的，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他说不是随意跟朋友泡吧。他说他要终止这个事。再来他要终止的就是青少年家庭父母亲幼稚不成熟的行为，他要终结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人熬夜，然后呢玩游戏到凌晨，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他说要终结这个。因此他说这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他鼓励许多的成为丈夫的，你要拥有你成为那丈夫的权柄，并且你要有责任保护你的妻子，保护你的儿女，并且你要紧紧的把你的家人带到耶稣的里面。因为男人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也会存在一种的能力觉得自己不足，还有许多的失望当中，你需要耶稣。所以当你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帮助你成为一个极美好的丈夫。所以他说男人们，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并且你是一个值得被跟随的领袖，是值得被家人追随的领袖，而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太太他说姐妹们，你的角色不是跟你的丈夫在那边比较谁能力强谁能力弱。他说我们是一个帮助者，是守护者的角色，这是神创造女人最有价值的角色身份。他说当我们帮助男人的时候，不是就是他是第一重要的，不是，乃是因为他要符合神创造他的目的，他要保护我们。所以他说我们的家庭要重新的被建造起来，美国年轻人的家庭要重新被建造起来，恢复那个夫妻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并且天天以神的话语传扬神的话语，成为家庭的传宗接代的唯一。这是他的太太分享。然后他说刺杀可可的那一个杀手艾瑞克，他的妻子，他说如果我的丈夫在这里，因为我的丈夫在做的就是做拯救年轻人的工作，所以这个刺杀他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会刺杀他？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方向，因为他的认知错误了，因为他不晓得他在做什么，所以这就是可可要改变的。因此他的妻子在追悼会7万人的追悼会里边，他公开的向大家说，这是我的丈夫可可会做的事情，所以我要原谅这个杀手。他就原谅这个刺死他的这个年轻人。他说这因为他失去生命的方向，而这正是可可要拯救的。弟兄姐妹们，在世界各地都在谈经济，在谈战争，在谈利益的时候，却另外有一个角落是这样的温暖，是神的圣灵来到，是神的爱来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记号。查理可可他说，每当你的生命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就是在你的生命上面即将做一个印记。弟兄姐妹，你做过什么样重要的决定？
而那个重要的决定，在你的生命里边会留下一个印记。查理·科克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被神差遣，为主的福音而发声。我们要来宣扬耶稣，因为查理·科克他不断的到大学去分享，所以许多人第一次走进教会，第一次祷告，第一次翻开圣经。他原先他期待他的这个据点可以在全国能够有5000个点。在他被暗杀刺死之后，这个据点快速的漫步，有5万个点，5万个点在各个学校，在每一个国家开始在申请，然后要成立这个 turn point 这个转捩点的一个据点福音机构。弟兄姐妹，我们的台湾需不需要这样的转捩点的福音机构？需要的话，你大声说阿们。这个福音就在我们的坐在每一个坐在座位上的你。你是神的门徒，你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你有没有不以福音为耻，把你的信仰分享在你的家，分享在你的禾场、你的职场上？主他祝福了我们，就如同科克他知道神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如今他在神那里，他在地上虽然短短31年几年的时间，然而他所做的是许许多多基督徒50年100年都做不来的事情。我们不是只有听这个故事听完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要开始行动。阿们。他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跟价值。我们渴慕神的爱在我们的永光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分享家庭重要圣经根基的每一个都是见证者。阿们吗？牧师现在要让我们的小组长，你的手中是不是有这个豆子？这个豆子很奇妙，这是我们客制化的。你拿到这个豆子，你看到这上面写了什么？这就是神要对你祝福的。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小组长，你把这个豆子分发到你的组员的手上，一个人1颗。那牧师要先说明，这个不能吃，这个拿回去种，不能吃哦，不是等一下咬一咬就吃下去，拿回去种。而这个粽子不是粽子，这个豆子，你拿到之后，这就是神要对你说话的。你现在在家庭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是神要提醒你的。好，你不必选，组长就拿给你。如果你没有拿到的，你可以举手。我们要唱那个。你看到你上面写的是什么？上面写的是什么？你给你的旁边的人看一下。投影的同工，有拿到没有拿到的举手。我们如果没有在小组里面的，我们也给他。你看到你的豆子上面写的神给你的话是什么？你是亲子双赢的举手。亲子双赢的，你的豆子拿到的亲子双赢。好，还有吗？还有神最懂你，你拿到神最懂你的举手。哇，很棒。再来，你拿到家人对齐的举手。家人对齐。好，再来，你拿到 love 的举手一下。拿到爱 love 的哦，很棒。好，你拿到一颗是口发仁慈的。口发仁慈，神说你要常常口里面都要带出仁慈。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豆子拿回去留着纪念。 OK， 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看到我们在福音上面如何坚持，并且为我们的家庭而奋斗。好，我们来转化我们这一首 I Speak Jesus 的
歌词。哈利路亚。这个豆子叫红凤豆，回去可以放在栽在土里面，它就可以长出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就像克他如何宣扬耶稣基督。我们一同起立。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宣扬耶稣。这是保罗，这是克要跟我们说，在全地，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将我们的手可以举起来，是宣告主你是那全能是医治的，是生命的主。哈利路亚！阴雷都打破，黑暗都捆绑我们家庭的黑暗势力，烈火燃起，捆绑年轻人的黑暗势力都要离开。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哈利路亚！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我们走出去街头布道耶了。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扬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扬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宣扬，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为我家庭，为我家庭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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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家庭，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宣告，大声来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来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耶稣站立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把掌声归给主。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很重要的受洗。好，我们请坐，还有圣餐。来，我们先把它撤到旁边。
感谢主的恩典。现在我们要来举行今天的圣礼典，特别我们首先要来举行施洗，所以这时候牧师叫到的名字的弟兄姐妹请到台前来。我们今天有成人洗礼2位，是何新荣以及吴志华，请他们来到前面。小儿洗礼有林央旭，是面向牧师。转旗的有江竹君、林周荣妹、周淑义、陈张碧霞请这4位也到前面来。弟兄姐妹，请我们用喜乐的心，也用祷告来支持站在我们台前的这几位弟兄姐妹，让他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在众人的面前立约的时候，这永恒之约的恩典跟祝福，就流露在他个人以及他的家，以及他所到之处。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这圣礼典就是洗礼和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设立的。他在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渴慕救恩的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也要向你们各位说，你们必须要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罪得赦的记号跟印证，又表明你们是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的。当然，今天我们也有转旗的我们的4位的姐妹，我们感谢主，他们从其他的教会来到永光，愿意委身在永光大家庭，在这里一起成长服侍，并且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圣礼典，要让你们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和永光教会的家人。OK， 没关系的哦，没关系。好，那这时候我们要请2位要受洗的2位，请跪下来在台前。OK， 好，跪上来，对。请对。好。这是最神圣的时刻，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大声的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我相信。阿们。哇，感谢。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是。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阿们。OK。这时候我们要为这2位来施洗，请弟兄姐妹一起来
同声的阿们，来鼓励他，也确认他是我们的家人。阿们。吴志华，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何新荣，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好，这时候要来为小儿来洗礼。你站 ，OK， 好，好，妈妈一起啊，可以，不用，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像牧师，像牧师 ，OK，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OK， 好，没事。好，没事，一点点。林阳旭，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你看乖了，哇！OK， 感谢主。OK， 依然站着，依然 OK。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跟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特别这时候，我们也接纳这一些转籍进入到我们教会的，我相信神的恩典都必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在永光教会经历更多从神而来的恩惠。阿们，阿们。OK， 好，这时候，弟兄姐妹，请起立。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愿意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永光教会。我奉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至于幼儿的洗礼，遵照耶稣的命令，这幼儿接纳进入教会，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而今天这幼儿的亲人和会众都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让他能够坚持教会生活，直到受监信礼的时候。也愿神恩待转籍到我们当中的4位姐妹，让他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在主的爱中享受从神而来健康跟喜乐教会的生活。如此祷告是奉靠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慈悲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用这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能够连结于耶稣基督，有主恩典的充满，永远的在你里面。当他们或遭遇试探的时候，主啊，你保守他们在信仰上打那美好的胜战，也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服侍你。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请我们的牧师团队跟长老团队，我们来握手，来接纳他们。给孩子过来。OK， 来。
的有受洗的证书，我们先给受洗的证书。好，我们欣荣，我们欢迎欣荣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也送上一本圣经。这是我们的志华，哇，恭喜志华！哇，志华，好，再来是小腊肠的洗礼证书，耶，最可爱的。好，还有，好，再来竹君的转籍的证书，竹君欢迎竹君。欢迎荣妹姐成为永光家人，欢迎我们的淑义姐，欢迎我们的碧霞姐。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送上礼物，送上礼物。感谢主，哈利路亚！哇，受洗成为永光的家人，神的儿女，转籍来到永光教会，哇，就好像参加一个什么圣礼一样哈，真是充满了神的爱。好，那现在呢，我们呢，来拍照好吗？我们的长老来到前面，我们来拍照。好，那2位牧师站在中间，好。好，我们看永伟长老来。好，我们来看我们的摄影师，1、2、3。OK 吗？好，那牧师呢，再来介绍一下哦，哈。好，那我们这一位你在哪一个小组？在那个桂林小组。桂林小组哇，所以竹君呢在桂林桂林小组，所以我们都不认识哈，所以呢我们要看名牌一下。好，竹君嘛哈，感谢主哈，在桂林的小组是好。那我们介绍荣妹姐，荣妹姐你在哪一个小组？宜林呢？宜林的小组哈是我们的长者哈，哇，我们的长者小组，感谢主。好，志华是在哪一个小组？豆豆哈，很特别。我们现在不是都街头布道吗？这是秀莲去街头布道带回来的。街头布道看到果子了，阿们。感谢主哈。那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的欣荣欣荣呢，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他，是欣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受洗吗？因为老公的关系。因为老公的关系，所以因为老公，那老公的什么样的情况让你愿意来受洗？你第一次进到教会，哇，第一次进到教会就受洗，极大的信心。可以讲一下吗？你看到老公有什么样好的事让你也要愿意来受洗？我觉得他进来教会这半年以后，他脾气变更好。脾气变更好了，哇，太棒了！好，那你就是那一位脾气变更好的丈夫了。你觉得你来到永光教会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你对你的太太这影响力这么的大？因为我遵循耶稣的教导，脾气变好了。对，我还上了培育学校，对，属灵有成长，对。很棒，他以后还有更多的一个见证在我们当中哈。好，然后我们的淑义姐是在哪一个小组？宜林哈，宜林小组，宜林有在这里吗？宜林
宜林今天组长不在啊，在哪里？宜林在后面是不是 ？OK， 组长一定要在哈。好，感谢主。好，然后我们是碧霞姐，哎，你在哪一个小组？啊，你在哪一个小组？哦，还没有归小组。好，那我们呢也可以来安排哈。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长者都在宜林啊，他们的小组里边，然后牧养，哇，他们就决定要委身在永光教会。感谢主。牧师呢也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志华，你来永光教会多久？不到1个月。不到1个月，那为什么你愿意受洗？来，这一定有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点？其实我当初就是来应该正确说法是我原本是要准备离开我原本的工作，对，然后后来就是遇到秀莲姐，对，就是很刚好，因为其实在哪里遇到？在那个4号公园，因为我在找我前店长，对，就是跟他聊天，就是想说就是下一个职场怎么执行这样子，对啊，然后就遇到他，然后其实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有服侍我的客户，然后我客户也是基督徒，那我也觉得说他其实一直把我带到，就是希望说就是我能顺利的，就是有业绩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也可以为他做点什么，把他做带到，对，所以我其实就是互相这样子，对，然后最后选择就是来永光，也是觉得是说。因为他一直给我鼓励，那我也希望说，虽然可能接下来不会在现在这个职场，但我还是很愿意，就是帮他寻找一个家，然后帮他完成家业梦想。对，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欢迎。然后我们里面呢，好，我们受洗的都会收到这一张，上面写什么呢？入学通知单。那个幼稚园要上国小1年级，会不会收到那个入学通知单？会，那个是学校的世界的知识的国民义务教育的一个入学通知单，而我们灵性教育也需要培养，所以呢，我们都会入学通知单，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培育学校里边。OK， 好，那我们呢，再一次的欢迎，恭喜他们。好，然后我们请回座，预备要来领受圣餐，再一次热烈掌声。那礼拜结束之后，你们小组可以来跟他们一起拍照，在礼拜结束之后。好，接下来这个时间是我们再次跟基督甜蜜连结的一个时刻，我们要透过圣餐，我们再次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身体的舍命，让我们再次的来纪念，并且我们也透过圣餐再次跟主耶稣有亲密的连结。所以这时候要欢迎还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不管你的籍在哪里，教会在哪里，今天来到这里，我们都同属耶稣基督的大家庭，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圣餐。按着保罗所说的，我传给你们的就是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那耶稣基督在受死之前，他有在最后的晚餐，他有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然后他就拨开，吃完以后，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救恩之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它是新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所以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基督的死与我们有亲密的连结。特别今天第一次受洗，第一次要领受圣餐的，你们要永远的记得，当你们拿到这饼的时候，它所表达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打破了身体，让你们能够知道，透过这样子，让你的灵命可以跟耶稣基督连结，并且你喝这杯的时候，就更清楚知道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是为你所摆上付上代价的。
所以过去的种种的一切罪恶，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为你承担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即便有过去的这些搅扰，这些的不好的，依然会控诉你原生家庭一些不好的，依然会搅扰你的话，你都可以宣告说，你要找不是找我，要找谁？去找耶稣，那就对了。阿们。所以愿神的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为这饼这杯，以及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为人类预备了一条救恩的道路。在旧约当中，你透过众先知来表达你的心意，要人悔改来到你的面前。到新约的时候，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让我们更清楚你的爱是永恒的，并且透过在他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更明白，主啊，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救恩，这是因为你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让你喜悦，而是我们本来就是你的儿女。所以感谢你，让我们有这等尊贵的身份，今天又回到你的跟前来。谢谢你为我们摆这宴席，叫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单单属于你。在地上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在天上我们也没有可以依靠的，我们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谢谢你透过这饼这杯，叫我们成为合一的，是你所喜悦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你的身体，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头，我们总是连结于你，就像葡萄枝连结于葡萄树一样。感谢你，愿一切的恩典丰盛的，并且喜乐满意的临到我们当中。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长老，我们来服侍。按照刚才的路，按照刚才的。当我们拿到的时候，让我们闭起眼睛来，我们来再次的来享受与耶稣基督的连结，让我们更去体会十字架上的爱，那完全的爱，那毫无保留的爱，都在你跟神的当中，让我们可以恢复与神天父跟孩子的关系。也愿耶稣基督这十字架放在你跟人的当中，让你跟人当中的关系因着十字架可以恢复，那恢复像耶稣基督的爱一样。这是基督徒你我们可以的，并且你也可以把十字架放在你跟物质的关系当中。愿神的爱让你们明白，让我们都明白，我们单单属于他，并且在他里面所应许给我们是丰盛的生命。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好吧，我们把第一个透明的薄膜，我们把它撕开，然后把这饼拿在手中，让牧师可以看到，就知道我们都预备好了。把薄膜撕开，就可以拿到饼。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接下来，我们把蓝色的这个薄膜也慢慢的打开。这杯是新约，是以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我们在圣餐的圣诞杯后面都有经文，如果你查考，我相信这也是神要对你说的话。我们相信神的祝福都在其中。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同享与你同桌的喜乐。愿你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世上一切的搅扰，也除去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圣洁的百姓，是属你所喜悦的，并且我们可以成为祭司，天天敬拜赞美你，天天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连结，向你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都拥有你，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可以得胜有余，也把我们的家、我们的社会、国家都交你手中。愿你掌权的一切都运行在这其中，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儿女。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同工来退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举行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启动仪式。好，那我们要来唱这一首歌《幸福》，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在唱幸福当中，我们请这一期的副长要来到前面，我们要来接受差遣。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揣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约定就在我心里，那并不是遥不可及，绝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我在主爱里幸福。一起来，我们在我们的动作。分享给旁边的人，
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处理，这是真实的简单的活在主。我们看着我们台上的鼓掌做动作来，跟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找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感谢主。钟姐，请坐。那在这个时刻呢，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有进入到我们的幸福季，所以呢，幸福呢就是要让很多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透过我们幸福小组的进行，让他们进到我们的小组来认识神的福音，认识幸福。所以呢，这是这一期的幸福的福长，总共有我们这次要开35组哦，35组，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的来支持我们的福长，并且为他们守望祷告。还有我们有许多的新朋友，这些我们都一一的把他邀到我们的小组里边来。好，那现在呢，周牧师、主任牧师要先来为我们做启动的仪式。好，我们要来喊3次的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预备好了吗？好，预备，来！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哈利路亚！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并且我们领受这救恩的时候，你就把使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阿们。让我们为福音而火热，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既是你的大能，就可以摧毁一切。阿们。让一切恶者的作为都不能容许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感谢你，让我们更知道，当我们乐意走出去邀人进来的时候，是给他们最大的祝福。阿们。我们所传的是神的大能，所以必可以成为人的帮助跟恩典。所以求你帮助我们35组的幸福小组布道小组就要启发了。阿们。愿你与我们每一组同在，让我们的组员都带着热心，有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荣光。阿们。所以谢谢你，每一次的幸福小组的聚会都是恩典的时刻，都是救赎的时刻，让我们参与在这其中的时候，每一天用祷告来支持，每一天总是想着主你给我们的 best 在哪里，我们要用100%的热情，像一个极大的热情，像求婚的规格这样邀请他们来到当中，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大大赐给我们的这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接着我们要来颁证我们的组长，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这个他们的旗帜，然后呢，每一天看到这个旗帜都祷告。好，首先我们是世良辅组，我们掌声。志文辅组，嘉怡辅组，彩提辅组，玉霞辅组，征战得胜，秀菊辅组，得地为业，哈利路亚。燕玲辅组，慧敏辅组，雨欣辅组，志顺辅组，
好，我们往前，哎，我们是不是到后面往后？好，你们到后，然后你们往前。调换。好，你们到最后一排。好，永伟辅主。稳文辅主。秀珠辅主。怡杰辅主。众贤辅主。永新辅主。佑伟辅主。佑生辅主。以乐辅主。本玉辅主。好，你们到最后好。每一组都会有拿到红包，这个红包就是我们为了贝斯的朋友，然后呢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餐点哈。好，我们的明谦辅主、崇玉辅主、若杰辅主、南新辅主、玉喜辅主、美珠辅主、方文辅主、淑琴辅主、长城辅主、玉兰辅主。感谢主。好，我们往后退，后面的往前。感谢主，这些辅主大家都充满了荣光啊！宜林辅主、哈利辅主、嘉瑜辅主、雅文辅主、珊珊辅主。好，我们全体来照个相一下。好 ，OK。来，你们靠过来。靠过来。好，来，我们看摄影师。OK， 这样吗？好，口罩可以先拿起来。好，口罩拿下来。好 ，OK。后面照不到，右伟，你到后面去。来。南星，你来前面好了，比较看得到。南星来，南星你来牧师旁边来，南星来，南星来，好 ，OK 好，OK， 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 ，OK 好，蹲一点，可以了。哇，这个照起来一定很美很帅。好，3。OK， 好，再一张，好，3、2，好，哇！我们这一次的辅主一定会大突破，再一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那我们请回座。好，那这个红包里面呢，一组会有几千块，不晓得多少钱了哈。就是在辅主里面，然后有新朋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买食物来分享哈。好，那接下来，好，那我们来，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特别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呢，有这个奉献袋。那今天是我们特别为中央空调的专款的奉献主日，好，所以呢我们呢大家透过我们里面的祷告，那神呢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经费，可以尽快的来完成我们的空调的一个修缮。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预备好，那我们就要来为我们的中央空调的奉献。来，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奉献。哈利路亚。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开始奉献。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所有
起立。兄姐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传道师亚拿来分享，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晨有很棒的领受与祝福 ，Amen 吗 ？Amen。让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们今天的导读的经文，黑色的字，来预备起。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士师记13章18节，来再一次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士师记13章18节，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在今天，我们刚刚已经举行了洗礼，我们再一次的用掌声也欢迎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永光家人。感谢主。好，在今天也是我们中央空调的奉献主日，那我相信神要大大的施恩在我们教会当中，阿们吗？阿们。今天会召开我们的长执会跟小会，在礼拜结束后赴堂召开我们的长执会，请我们的同工来注意这个时间跟地点。今天是幸福小组的启动日，我们总共刚刚在这里有35组，所以我们再一次将一切荣耀用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在9月30号到10月17号是我们牧者的美国行，那其实是在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些台湾人的教会，他们受邀请我们的牧师前往他们的教会来分享永光教会的事工，来让上帝跟我们永光教会的祝福能够分赐给外地的教会，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牧者休假期间呢，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可以洽我们的国宾长老。再来10月11号礼拜六，我们的舞蹈班社区舞班要开课，所以我们也可以持续来邀约我们的儿童还有青少年一起参与在这个舞蹈班里面。再来是永光教会的祷告柜店，可以持续订购中。那我们真的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在我们的晨祷兴起永光晨祷会的里面，因为我们在这个晨祷会的祷告当中，我们有许多人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深信，当你来到晨祷兴起，跟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都要得着应许，丰盛的应许，阿们吗？阿们。在下礼拜六，我们要召开舞班的筹备会议，所以请12点在这个地点4楼 B2 教室，请同工出席。牧区消息：社区幸福乐龄营聚会暂停2次，因为遇到国定假日，所以10月13号礼拜一早上才会恢复到聚会的时间9点半。再来是儿童牧区的活动，就是我是金句王的比赛，在10月12号礼拜天的早上10点，所以我们儿童牧区可以踊跃来参加。在今天召开儿童牧区老师的会议，请同工来出席。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在这几位的兄姐当中，特别我们也求神看顾我们的信志长老，让信志长老能够领受那超自然医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也求神来看顾我们这一些的兄姐，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祷告大有能力，我们祷告带来医治与复兴，阿们，阿们。还有我们的彩莹姐有在我们的当中，她上礼拜开刀，彩莹姐在这边，我们的彩莹姐在这里，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看见彩莹姐真的仍然是非常的美丽，非常年轻有活力，感谢主。
哈利路亚！我们再次将掌声归荣耀给神。好，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是我们的秀慧姐。秀慧姐有在我们当中吗？秀慧姐的。好 ，OK。那我们秀慧姐的你就是秀慧。好的呀，对，因为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也是秀慧姐，那好，所以她就是秀慧，两位都是秀慧，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待会可以跟着我们的接待同工，我们有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也让你可以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永光教会。好，那这时候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彼此来祝福，耶稣爱你。我们邀请周牧师来祝福的祷告。愿永光家人心敞开，灵是活泼的，圣灵的恩膏充充足足的降临下来，也愿上帝丰富的恩典赐福给你们，让你们天天经历圣灵的带领，有他的美好，让我们成为最棒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下礼拜见。平安，请坐。我们受洗要跟主员照相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来前面来照相哈。